罗西亚在2022年的2月24对乌克兰发动攻击，这场战争已经战灭3档了。过程中乌俄双方唔捌坐落来参详。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协调，美国甲罗西亚即马要先展开对话。也毋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讲，未信任乌克兰无在场的协议。欧洲国家嘛对这场会谈表示不满咯。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请上英为咱来分析目前上新的局势。是主播。解破新闻有理路有深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双莹。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这个俄乌烧战的已经战3档，即马总算是有机会通过法庭啊。也毋过这场谈判到底是要安怎来进行呢？咱先来看乌克兰的立场，因为即马呢是由美国甲罗西亚出面来瞧，所以乌克兰呢是真爱解决。伊认为讲家己就是事主，所以是真反对美国甲罗西亚来秘密讨论。另外呢，就是这美国冇公平想要乌克兰50%的稀土矿物的资源，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讲，你要资源是会使，也毋过呢必须要提出公平的军事援助。另外呢，就是这个乌克兰是一直拢想要加入北约，也毋过即马美国甲罗西亚煞拢无要插伊。这个乌克兰即马态度呢是有落软，伊讲若准会当加入北约，安尼就会考虑用外交的方式来敲切领土也有边界的问题。也那这罗西亚因的立场到底是安怎嘞？这回这罗美的谈判，罗西亚代表就表示讲，伊谈判的重点呢，就是希望会当赶紧来恢复罗美的关系。另外，再来讲罗乌停火的安排，也个有就是要量早来安排，普丁也个有 Trump 会当赶紧来见面。其实对这3项甲看起来，咱会当知影讲，这罗西亚虽然嘛是共款希望停战，也毋过其实美国的态度才是关键。那真有通讲出，互罗美双方拢真满意的条件，安尼这停火就是真自然的代志啊。其实这场谈判呢，目前呢是干那美国也有罗西亚咧讲，其他包括乌克兰也有北约，甚至是欧盟，是拢干那会当伫边仔咧画小尔尔。咱来看美国的态度，这国务卿鲁比欧呢，伊是先来安打国际的情绪，伊讲其实这场谈判是要先确认罗西亚的动机，知影因有准备要停火，才会来找俄国也有欧洲做伙来讲，做伙来敲切。因为这个法国意思，伊是认为讲，这北约甲欧盟应该就爱行大声，除了赶紧来讨论这个谈判的应对方式，又爱甲武力也有乌克兰入北约的议题，拢甲搬出来讲。另外呢，这态度有够正明确的，就是这个英国啊。英国的首相史凯尔是来表示讲，英国呢是真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而且为着这个欧洲的和平，因已经准备要派兵去协防，希望呢，让这个战争莫阁继续来恶化落去。其实这俄乌停战的谈判呢，各国拢有家己的立场，也拢开出一寡条件。未来到底是要安怎行落去？即马就爱来看罗西亚甲美国敢有法度来讲出一个双方拢真满意的结果。这乌克兰地震内底其实因为势力无够，所以电导无通伫第一时间就出来讲话，刷落来发展，其实国际拢真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闻，咱即马甲现场交等以后主播。